黃少芳咧就你話喺多倫多嗰度參觀咗嗰個神聖蘇菲主義嘅中心係嘛？咁啊，同埋訪問咗佢哋添啊。咁你不如簡略咁樣講解下佢哋嗰個做法係點樣？佢可以啦，我係舊年5月去嘅，咁舊年多倫多咧就有一個 Open Doors 咁樣嘅活動咧，其實呢個中心唔係咁容易向外開放㗎，咁我咁啱就去咗又好好彩咯，咁佢哋有人咧就同我一路即係傍住我一路去介紹，咁我覺得好詫異啊！咁我當時第一個印象就裏邊所有嘅服務人員咧都好有學問。好 humble，好友善，然後將所有嘢都講得清清楚楚。咁我自己就好享受個過程。但係因為嗰時候未讀呢個課程啊嘛，所以喺2個幾鐘頭嘅參觀裏邊咧，咁我純粹真係用參觀。但係一讀呢個課程咧，真係好 magic。第一堂阿神父俾嗰啲資料咧，就係講緊佢哋咁樣跳舞，我就翻去諗翻我當日去嘅時候個情況，然後我又上網去睇，然後為咗咁咧，我特登揸車再去嗰個 centre 嗰度門口再行一圈，咁我就覺得，呢個地方感受到佢嗰種寧靜，佢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嚟嘅，咁嗰個最明顯嘅就係喺外邊啦，喺外影到嗰個 centre 嗰個建築物，影到周圍嘅環境。嗰1分鐘咧，我第二次再去嘅時候咧，就感受到神父所講嘅神聖嘅空間。我完全覺得自己嗰個環境裏邊咧，係俾嗰種寧靜。咁當然啦，於是我翻嚟又將神父俾嗰啲 video 啦，再睇多幾次啦。咁又去睇我自己當日去參觀，因為我喺嗰度好長時間，有成2個鐘頭。我逐間房去睇佢哋嘅活動啊，睇佢哋嘅介紹啊，同埋睇佢哋嘅 video 啊。咁我就覺得即係原來有學習，然後又有個經歷，然後又有個回饋。咁呢個經歷咧，為我嚟講，我就係好中意嘅。哦，即係你好欣賞下，咁你真係好滿足啊！咁希望你繼續係滿足喺滿足當中，感謝天主啊！多謝神父。嗯。